新竹北埔四面环山，保留了许多古早味的活动，就像一座天然的生态教室。不但可以体验传统农家的生活，还可以零距离接触动物，是亲子旅游的好去处呢。而这一站，我要带某某探索这个特别的亲子餐厅，因为它比一般的餐厅更像游乐园。这里有好多西瓜。对啊，你看有西瓜积木、西瓜溜滑梯，还有西瓜插展，另外还有小火车哦。你们很想搭？有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搭，走。你好，你好。老板，你这边好多西瓜。系啊，我钓2片冻豆西瓜。是不是因为你好是西瓜系吗？哦，我钓冻哦是西瓜，因为做按豆西瓜造型，系因为我钓洗乌的时节，剪头发的时阵是改系西瓜皮，所以我钓做按豆西瓜的东西。很有趣哦。那我们想要坐小火车，走单喽。西瓜丛新改园区好可爱哟！大片的草原搭配西瓜鲜艳的色彩，还有好多的游乐设施，让萌萌玩得好开心。但是来到这里可不只是体验设施哦，我还特别帮萌萌报名了一项手作活动，不但很好玩，还兼具教育功能。萌萌，你看我的摇摆趴趴熊动后高。阿姨好可爱哟，而且它还吃西瓜。对呀，吃西瓜哎，你想不想玩玩看？想。叫老师教我们怎么玩。好，然后把它拉紧。好，萌萌你拉这边。我们来上，我们往上。你看它在爬哎，开始往你那边跑了。耶，那我再往下就再一次。再一次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耶，超可爱的。萌萌，那你做的是什么？企鹅。企鹅，那怎么玩？这样摇摇摇。哎，真的哎。老师，他这是什么原理？它是摆动，就像荡秋千一样。哦，就教大家摆动的原理这样。萌萌，你好是西瓜黑吗？喜欢。没想到西瓜也可以做成游乐设施哎，那你觉得什么最好玩？小火车。我觉得北埔真的是豆好高。